主后2025年5月初8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求你复兴台湾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80篇第19到1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80篇。阿萨的诗，交予圣乐长调用见证的百合花。以色列的牧者，带约瑟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耳耳听。坐伫天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。求你伫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西的面前，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！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你对你子民的祈祷发受气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做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三钱对你做阵，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你对埃及撒一丛葡萄树，赶出列邦，甲因栽种伫遮。你为着伊种地，伊的根顶深，生炭满地。伊的影惹捌种山，伊的枝惹砍大丛的碧香树。伊的枝伸到地中海，伊的藤探到幼发拉底河。那你是安怎拆毁伊的篱笆？出在所有过路的人满葡萄，出在树林内的山猪糟蹋，出在田野的走兽吞食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求你滑倒转对天压落看，照顾即丛葡萄树，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，甲你为家己所照顾的幼枝。遐个用火烧、用刀插葡萄树的人，求你发受气，甲因消灭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求你复兴台湾。诗篇80篇的历史背景，大约是伫主前721年，北国以色列受亚述帝国入侵，导致灭亡的时期。诗人用两种生活情景描述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关系：第一是畜牧，第二是农业。前者用牧者和羊群之间的亲密关系做比喻，后者是用葡萄园主人和葡萄树做比喻，象征上帝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。诗人特别描写以色列民族就亲像上帝特地竞选的葡萄树，将伊移植到迦南地，好好培植。显然，这是指以色列人迁徙的历史。当即阵上帝的选民脱离为奴的埃及，进入迦南地，生活稳定了后，就甲上帝放袂记得。因受到迦南异教信仰的影响，拜偶像、
背离上帝，就亲像葡萄树结出野葡萄。上帝虽然不断派先知甲因警告，因犹原背逆毋听，直到上帝兴起力强攻打因，到尾亡国。世人知影以色列人的罪，就是无专一侍奉上帝，甲伊的关系疏离。世人清楚人民国家需要离开罪恶，回转归向上帝，才会当得救。因为安尼，伫第3节、第7节、第19节，诗人再三重复呼求上帝复兴因，显示慈爱，拯救以色列。伫台湾，基督信仰者还算是小群体，对伫国家内政、外交的影响力算是薄弱。总是咱相信，台湾是上帝赐予咱的土地，多元的族群伫无同的时空背景，先来后到，拢有上帝带领的历史脚印。多年来的族群融合，互台湾交织着多元文化，互伫遮生活的每一个族群，早就已经命脉相连，祈求踮即块土地安居乐业。总是虎视眈眈的大国，不断威胁咱的生存，企图改变台湾的现行政治体制。虽然台湾近年来政军经武提升自卫能力，总是实在无法度单单寄望本身的军事武力来对抗对岸的强权。面对巨大的生存危机，台湾伫涉项中求生存，努力维持和平的现状，但是也知影时局的变化迅速，再在使台海的波涛汹涌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会当为着这做甚物？我知影我所会当做的，就是伫民主制度下，踊跃投票支持爱台湾的政治人物、爱台湾的政党，仰望上主赐予因智慧秉持公义执政，互台湾搁较稳固、搁较安全，也搁较重视救安。我知影，身为基督徒所会当做的，就是基于信仰，为了国家的内政、外交祈祷，呼求上帝、仰望上帝、倚靠上帝，互咱秉持信仰，为国家守望祈祷，勇于开口，敦促执政者用谦卑的心秉公行义，存怜悯的心，勇敢开喙警戒同胞。若行伫恶道，勿必尽速转离。我相信安尼的祈祷合伫上帝的心意，深知伊会随听伊的儿女的呼求。求你复兴阮，求你显示慈爱，阮就会当得救。默想，世界局势变化，毋是人所会当掌控，一切的改变，拢伫上帝的掌权中。世界局势变化，毋是人所会当掌控，一切的改变，拢伫上帝的掌权中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慈爱的主上帝，我深深感谢你，赏赐台湾这块土地，互阮徛起生活。我也相信你的慈爱带领，会互台湾伫患疫中得到复兴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